看完有什么感觉？很好玩。很好玩哦！你们知道他们是哪？你们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吗？知道。他们是台东的阿美族哦。谢谢你。我访问了一个弟弟。有吗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讲广东话。哦，喜欢吗？你们知道他们是？我不知道。他们是台东的阿美族，你们有去过吗？没有。好，欢迎你们有机会到台东去玩。好。很会很会。请问这位姐姐？很棒很棒。不好意思，想问一下。看到快闪吗？我们知道在看后面。